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前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路若愈大，路愈行愈宽，心愈来愈寒。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找苦苦，只要你作伴。阮已经坠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疼。我去买寡物件，一空伊的患者，请你多注意一下。好。我会随转来。哦，苏小姐，这楼带一个陈正文去下弄电患者。我找看卖。有啦，伫医科医病房。哎，详细安怎？伊骹腿断去啊，毋过已经手术好啊。好，多谢多谢。你小弟，伊妈是特别退啊，爱互伊加休困咯。好，我知。好好休困一下就好啊，真好运呐！头壳哦，小可去伤着，暗面是拢袂要紧啊。哎，拢家一人食。无啊，因男朋友拢伫遮陪伊啊，还是拄仔才出去买物件尔。对啊，那会着要带遮尔大间的病房啊？啊，着头顶的吼，拢已经满了啦。啊，因男朋友讲吼，要互伊住特别病房啦。啊，伊钱嘛已经够啊呢。好个才钱有力，你知影死我？我看吼，你去外口等啦，互伊好好啊休困，无等下伊精神是会艰苦的呢。厝无忝，嘛免塞车弄人，心肝想遮尔凶。
天上帝，我是李天林，希望你保庇陈小姐会当早日恢复。伊是一个真善良、真好心的人，相信上帝一定会疼惜好人。希望这摆拆厝的代志会当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天公疼无人啦，像阿阮遐尼好安尼吼，好啊伊这安尼吼，怪这面啊也无伤着，身躯嘛拢无安怎，啊若无就害啊。对啦妈，阿芬遐囡仔拢无人照顾，我先来走。好好啊，好好，等阿芬即摆安尼吼，你紧等伊照顾，好好好。哎，香蕉伯啊，我先来走。哎，小我啦，较细腻的哈。我知影。哎，啊奇怪吼，哎，阿大啊，迄可人是走倒死哈？啊，我知，哼，人咧讲哦，好野人哦，迄心肝哦，拢掠贪粪，拢专门欺负善良人的啦。啊，遐摆无落批个久啦。即件代志哦，袂用遐简单就放伊煞，连厝嘛袂用互拆。你也看啦，伊个细你白白选咱倒位去啦。人讲哦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啦。只要我杀掉，我绝对要甲拍的啦。哎呀，啊若无看到正向，今仔日吼，若毋是伊讲袂即块地去，嘛袂发生即种代志啊。就是安尼咩？香蕉伯啊，你讲对无？陈乡长，小李，你看啥你啊哈？看啥你啊？我问你诶，你代志办一个袂好势啦，你开车常常去弄人，你当做阮庄稼人啊，才好欺负哟！你有良心啊无你啊？你讲啊！阿大啊，来，互我倒。少年啊，你是来好狗命呢哈？落车头无小探听者，阮这庄才好欺负哦。家在，家在我吼，毋是因老爸啦。啊，若无吼，无当互你遐尔好食困，搁徛在遮啦。李先生，你是一个查甫囝，你驶车常常去弄人，无你这啥物意思你啊？你踏入人的地头，无来拜树头袂要紧，无你嘛等于讲我是一个乡长。都对咩？哈！我倒就甲你讲过啊，少年人毋通安尼啦，真正，恁祖公也有灵性啦，真正才互你较好教运啦。细你啊，今日代志你一定要交代清楚，啊，甲我处理好势好势，啊，若无恁祖妈绝对毋放你煞。我甲你讲，我食凊饭等你啦。你吼实在有够无义无顺的。歹势啦，啊有啥代志，大家就好好讲就好啊。对啦，有代志咱就逐讲啊。啊，你拄大细声，拄冤来冤去，嘛无法度解决代志啊。卖吵啦！一个爸互你闹干，你敢好意思？你若都吵好，要叫去吵。歹势啦，我讲话都较大脑壳，我即摆较细声咧啦吼。陈乡长，我绝对毋是调工开车来弄恁查某囝。代志既然已经发生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小李，你要负责啥？我甲你讲啦，人骂你了三长两短哦，你负责会起哦。嘿，我甲你讲啦，我遐找机会哦，甲你弄一遍啦。无啊，国大啊，等下你即摆是咧讲啥物话啊？咱若袂晓讲就莫讲，阮查某囝的代志哦，你免插啦。我兄弟我。好，拄啊护士小姐才咧讲尔，莫互笑啦。英啊，你毋着留喺遮陪恁查某囝？我这无咯，我会有真重要的代志吼，要来见馆长啊。你这你放心，我人会留伫遮。安尼我真正袂放心啦。一个查甫一个查某，安尼人会讲话啦。你是凭啥物想要照顾阮查某囝？陈乡长，你误会啊！我人留伫遮，毋过我会另外请特别护士来照顾恁查某囝。吼，安尼嘛是好啦。非得吼，明仔载大家拢有工课要做啦。啊，上班的爱上班啊，对毋对？啊是讲，啊恁那个宝贝仔囝，毋知佫跑去倒位去啊吼？乡长啊，代志是伊惹出来，叫伊留遮嘛是应该的啊。
好啦，若有啥物代志哦，随时通知我。我知。吼，哎，啊你拄则毋是讲着有代志？啊好去啊，阮嘛要来转啊。各位啊，行，我来的，各单位先行哈。李经理，副总来你找你呢。即摆人呢？住伫饭店啦。你拄无听的，我人爱留伫遮。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，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。这个政府啊吼，实在嘛是有价值啦。你看，这个囡仔咧吼，逐工都足想伊的啦。是啊，啊无咱即马紧来去啦。好啊，哎，啊秀慧啊咧。秀慧啊，对啦，啊你是咧创啥啦？哈？你三个摕啥物件摕遮久哈？我去摕番薯啦，我摕番麦，我要去班会送给老师啊。哦，遮乖着，你看，美满姨啊嘛煮一个香菇粿咧。咱们去病院的时阵爱记哦，爱守规矩，别个喊大细声哦。我知啦。好，对对对，安尼行行行，来，我行。有在哦，来看老师哦，走。你有知影毋是个人伫门口甲我过几暝是？是啊，伊足好运的，伊交着人啊啦。一间病房甲所有的费用都是伊付的呢。哦，对啦，昨有一大堆人讲要拍伊呢，我感觉足奇怪。伊可能是开车弄着我的啦。你就是开车弄着伊。谭小姐，你哪会遮尔无小心啦？好佳在只伤着脚尔，休困规工就好。真实的，我实在唔知要怎讲才好。希望你爱相信我，我真正唔是挑工的。你安尼讲，啥人会相信？小朋友，这是病院，毋是咱遐，大家较细声的吼。你就是车弄阮老师的骗人对无？阿囝啊，唔好安尼讲。拢是老师唔好，是老师家己无小心的。老师，这个番麦互你食，老师番薯互你食。好，这是瓜水果。老师，番薯互你食。啊，
哟，你看这个囡仔，你看结婚啊，那编花啊吼，毋是偌好老两年呢。今仔我若炸这茶叶蛋呢啊！哦，啊这拢无厝啦，这汉字你是要叫用客哦啦。兄弟，阿芬哦，生做遐尔水，啊伊敢有要紧？哦，袂要紧啦，骹小可受伤哦，开刀过啊，但是恐惊闹震动，爱观察2工啊。哦，好佳哉，迄就是你这做兄弟的哦，平常时也有咧做好代志啊，阿妈做有咧保庇啦。啊，若无吼。好啦好啦，阿强，莫讲，啊，这两站有转来无？伊哦。阿爸，啊。无啊，正了啊。昨昏恁小妹迄李经理的车弄着，你有看卖无啦？李经理这人是有影，啊，拆厝拆无成，啊，无必要开车弄人嘛。昨昏半暝我转来吼，听阿哥你讲，啊，有要紧无？他受伤啦，人倒伫病院啦，伊是你的小妹啦，你嘛应该让看卖。阿芬啊，就是这个死人个性，即马去踢着铁板吼，这就是互伊一个教训。即马毋是讲这话的时阵啦，你走去找李经理，问看伊是毋是故意的啦。嘿，这人哪会遐凶啊？厝拆无成啊，无需要讲开车弄人啊。袂咧，李经理就毋是即款人嘛。好啦，是毋是拢不管啦，你都还没讲靠话啦，迄个问我清楚，看伊到底是啥物原因啦。爸，你家己的查某囝个性也无讲偌好，毋通一直咧怪别人啦。无你怎讲你啥物话啊？你若莫偷摕伊来断吼，伊今日袂倒去病院啦。爸，你当初去卖土地嘛是经过你的同意，搁再讲，每一笔市价吼，你加几啊万块，这好工代志是要去倒去找啦。阿文阿因啦，袂当去搬去别个所在起厝啊，伊就是死也毋肯搬，毋才会搬到今日这种地步。好啊啦，恁爸母甲你讲啥啦？伊是你的小妹啦，要看毋看在你啦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李经理有去事务所无？哈？什么？伊无过去吼？哦，安尼吼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吼。好，再见。伊这个人，房间订好也无转去困，也无去办公，厝阁拆无成。丽华，你讲看卖咧，伊安尼做，我是安怎伫咧当处长面头前替伊讲话咧？副总，你先莫生气啦。你昨昏规暗无困，我想吼，李经理可能是弄着人，伊的心肝足艰苦的。艰苦，应该啦。想袂到这个庄卡所在，还阁有遮尔凶的查某囡仔，弄着报应。李经理，早。副总等你遮久安尼。阿莲，真是嘞，因为我昨暝你昨暝伫倒位困啊？伫病院。伫咧病院陪伊是无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。阿莲，真是嘞，因为我昨暝你昨暝伫倒位困啊？伫病院。伫咧病院陪伊是无？天明，我踮咧等你规暝啊！我规暝拢无困，你知影无？我若准讲你也互车弄着咧，你讲话啊？安怎？
伊厝内面是无人哟，啊，你踮伫咧病院规暝照顾伊陪伊，啊？副总，李经理，我先出去一下。我即摆问你话，你回答我。阮爸爸交予你的代志，你敢有法度完成？我已经尽量咧做啊。尽量去做。无采阮爸爸用心栽培你，为着一个庄脚查某囡仔的抗争，你就软心。我会直接向当孙了负责。负责？顶一届拆厝，为着老永明千里的问题，你敢有负责？你也是共款软心，行人无所在通好大，一直拖落去，害公司了袂少钱。啊，最后咧，啊是爱靠我出面替你解决。若毋是我处处维护你，替你伫阮爸爸面头前讲好话，你今仔日哪有这款地位咧？天理，你即马安尼做，阮爸爸的公司哪有可能交予你去管理咧？啊？天明啊，假使讲咱两个人好好配合，我相信咱的事业一定会愈做愈大。以后的日子一定是足幸福，搁足享受的。天明，咱已经交往这么侪年啊，而且嘛伫要结婚啊。你的个性我真了解，也毋过我无希望你这么固执，你家己的想法，你知影无？我只是无愿意违背我做人的原则。你是会足自私的呢？你只是想着你做人原则，你敢有替阮爸爸公司的设想呢？今仔莫去讲公事好。你对我讲话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。事着爱看详细，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对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